小学的可那么是眼的。发缺的粉呢？我无他来了，三个人。你人呢？没休息到。我正在屋呀。我喝酒没？刚喝了2斤。那甘露茶，你说是甘露茶？川写了消毒，而且是植物提取，温和清洁。你看，你睇嗰邊對面嗰度，嗰邊依邊山同埋對面嗰邊山都有，睇唔睇到？